后来又阁是迫爱做的事端。有一个姑娘啊，因为生理期无爽快，坐公车就坐迫爱做。有一个乌日送救车，话讲伊已经80岁啊，叫这姑娘啊爱让位。姑娘啊讲伊无爽快，无法度让，结果这个乌日送就徛点姑娘啊的头前，有棍啊改用骹头乌去卡这个姑娘啊的骹，互这个姑娘啊是无奈阁惊讲。律师讲，这种行为已经犯法。公车现的查某乘客坐伫坐飞，头前这个穿卡其色长裤的阿伯啊，脚头有几若摆卡着查某乘客骹腿，伊惊到毋敢振动，赶紧摕雨伞挡下，嘛紧摕手机啊，录影收集证据。两只手甲手环抓条条，阿伯应该徛真栽。当时公车是冻点，嘛毋是讲真黑。后边乘客嘛拢徛甲真栽，就讲即个阿伯啊身躯一直咧现，互小姐两只脚惊到紧甲雨伞夹条条，无想要搁互伊挖过来。因为车子没有在行进，但是他一直以圆圈的方式在晃动，然后晃动的过程中，他的腿就一直摩擦到我的大腿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很不舒服。想到迄个时阵坐公车的过程，小姐赶快心头乱纷纷。当时因为规景厅坐伫迫爱座，想到阿伯啊一个上车就讲家己是80岁，要求伊让座。小姐讲伊身体无爽快，无法度让座。阿伯啊就安尼吸伊的骹腿，吸要半点钟。前排的小姐让座给他，他当下是没有很想要走，然后其实众人就是跟他说赶快到前排就坐，然后他才离开我的面前。落尾有别个乘客让飞，阿伯也嘛唔去坐，安尼用这个方式爱人让座，已经犯法。接触到人体的臀部、胸部以及大腿等等的部位，都会被视为接触到他人的隐私部位。而这样子的一个触摸或者接触的行为，只要违反了他人的意愿，就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防治法第25条上面所要处罚的性骚扰罪。查甫人行为已经犯法，只是想要找位置，却可能有罪，嘛互迫爱做让位问题，搁一摆引起大家讨论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